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约伯记38章12到21节，提摩太后书第1章12节到1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确信。我们都知道约伯是一位义人，但是然后在他的生活当中，他受到了撒旦的试探。除了约伯自己的生命以外，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，包括妻子以及财产。许多人对于圣经所记载说上帝允许撒旦去试探约伯感到很不谅解，无法理解上帝怎么会让一个义人遇到这样的一个风险与苦难呢？我们今天暂时不去谈这个争论点，我们先要来想想约伯他所损失的一切东西。我们是否想过，约伯所失去的妻子、儿女以及财产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思？其实就是约伯心目中最无法割舍的宝藏。这样的试探就如同上帝告诉100岁得子的亚伯拉罕，上帝说，你将以撒带到山上来献给我一样。听起来是很残忍的，但是事实上上帝所要的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与甘心乐意奉献的确信。当撒旦说要试探约伯的时候，他跟上帝这么说。撒旦回答，要不是有利可图，约伯还会敬畏你吗？你时常保护他和他的家，和他所有的一切，你赐福给他，使他事事顺利。他的牲畜漫山遍野，不可胜数。现在你若把他所有的都拿走，看他不当面咒骂你。这是约伯记第1章第9节到11节的经文。这个考验是说，如果上帝不保守我们，不赐福我们，不顺我们的意，我们是否仍然能够有这样的确信，坚定的相信上帝是我们的上帝呢？结果我们看到记载，亚伯拉罕他胜过了试验，他不藏私，愿意奉献，因此上帝就为了他预备了要献祭的羔羊。也因此圣经当中就有了耶和华以勒的记载。然而义人约伯似乎不是那么顺利，他花了不少的时间精神在迷惘当中去寻找他的确信。上帝告诉约伯说，约伯啊，在你一生的岁月里，你命令过晨曦出来吗？你曾吩咐曙光照临大地，把邪恶之辈从藏匿的地方赶出来吗？日光使山岭丘谷改观，像折好的衣服，如泥土上的印戳。白天的亮光强烈，使邪恶的人不敢为非作歹。你曾到过海的深处吗？你曾在深渊里行走吗？
有谁指示你死亡的门？你曾见过那防守阴间的门户吗？你知道这世界有多大吗？你知道的话，告诉我吧。你知道光从何处来吗？黑暗的源头在哪里呢？你能指出他们的境界吗？你能够把他们送回原处吗？我相信你能够，因为你岁数大，世界被造时，你已经在那里了。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，当他们遇见了不顺遂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水可以喝的时候，他们没有食物可以吃的时候，他们不但埋怨上帝的仆人，得罪上帝，他们更是挑衅上帝。圣经记载，在那旷野中，他们埋怨摩西和亚伦，对他们说：我们宁可上主在埃及把我们杀掉算了。在埃及，我们至少可以围着肉锅吃得饱饱的。可是你们把我们带到旷野，要我们在这里饿死。我们不要说他们对摩西所介绍的上帝没有确信，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在挑衅上帝，说：摩西亚伦啊，你们介绍的上帝比得上我们在埃及的偶像吗？在那里我们至少有得吃，跟着你们的上帝却是死无葬身之处。他们不相信带领他们度过10个灾难，逃离法老精锐部队攻击，走过红海的上帝，却宁可相信那个在埃及众多且败在上帝手上的偶像，只因为有肉可以吃。这样的信仰是建立在欲望上面，而不是建立在确信的基础上。保罗告诉他信仰的儿子提摩太说：但是我仍然满怀确信，因为我知道我所信靠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够保守他所托付给我的，直到主再来的日子。你要坚守我所给你的那健全的信息，作为你的规范，也要守住我们跟基督耶稣连结所得到的信心和爱心，要借着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，持守那托付给你的美善。保罗在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事实上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，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而自哀自怜，反而坚定的相信他是从上帝所领受的呼召。因此他劝勉有这个提摩太要学习外祖母罗以、母亲有尼基的信心，要纯真的相信上帝，要有确信。保罗说：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不使我们胆怯，相反的，他的灵使我们充满力量、爱心和自制。因此你不要把我们的主作证当作一件羞耻的事，也不要因为我为了主的缘故成了囚犯而感到羞耻。你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为福音分担苦难。上帝拯救我们，呼召我们做他的子民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，
而是出于他的旨意和恩典。他在万事以前就借着耶稣基督把这恩典赐给了我们。现在由于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来临而实现了。基督已经毁灭了死亡的权柄，更借着福音把不朽的生命彰显出来。这样的确信让保罗人虽然是在监狱里面，却仍然甘之如饴，积极的传福音，写信劝勉教会以及基督徒。这正是基督徒应当要学习的信仰态度。无论境遇如何，都要确信我们有上帝的保守与同在。诗篇第8篇。上主，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，颂赞你的声音上达诸天，婴儿和幼童一起唱歌。你建造巩固的堡垒，防备敌人，你阻止仇敌对你的攻击。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，观看你陈设的月亮星辰。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必朽的人算什么？你竟关怀他。然而你造他仅低于你自己，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，你让他管理所有被造物，把一切都放在他脚下，牛、羊、荒野的走兽，空中的飞鸟，江河的鱼类，海洋的生物，都归他管辖。上主，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无论遇到任何的境况，都愿意坚定的相信，确信我们的生命都在你的保守与看顾之下，让我们能够在不受环境的影响下来跟随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